入水。係，今日食報復得好上頭嘅阿師，跟新鋪飛慢排過。呢一場有鬼睇六隻馬，冇鬼睇八隻。第一鋪前面個係咩嚟㗎？ What？好似係一隻鬼同埋兩對牌。東啊！開始講我啲牌。東風給啦，一開始就給了，不要連這點都啊！來質疑我的人品，難。嚟咗個9筒嘅炸彈，碰三。你叫死？碰完叫一色筒。俾你打死。我啲反轉升個級叫4、5、7、8筒。這不是你知道的嗎？悶啊！咁呢度就轉下佢打個8筒然9筒出嚟啦。自己人做乜炒炸彈喎？做乜依家輪到我下家假扮嘅？都摸到2筒唔有啦，因為我哋家真好旺啊！好，前中一隻鬼牌，第二鋪唔記得咁開始，可能依家攞住兩個5筒鬼已經要啦。4筒。失去個保送機會添。有得食就快啲食嘅。呢一鋪自己裝仲兩隻。第3鋪佢怕顯痛，呢鋪就記得咁開始啦。其實有個南風嘅炸彈，我先，嗱8，我碰到8。冇佢排布，一入直叫好啦。到你啊！等佢約一下先，對下一排。我沒有。都說有的話告訴我，應該有我沒有。知啊？沒有咩？前面都有大人打過。咁咧，全部對字，字幕。我路都對翻嚟。勁！正啊，入到隻邊七筒也叫正裝嚴肅。冇嚇我啦。如果佢收啲嘅咁就好啦，唔緊要啦，魔鬼節目睇6隻馬，我唔爆。好，下家裝8到8板仲兩隻。第4鋪起手3隻8送鬼嘅，其他嗰啲乜鬼咧？我明喺度生我一隻鬼嘅 quota。係啊，因為得啦，咁呢邊我同老師溝通好啦，你聽日翻去同其他。輔導我不要。係啊，我有同老師解釋過，係啊，得啦，我知點同佢講。叫虎為大，嘅3個對碰同埋6筒。我知點同佢哋講。呢隻嘢係做乜嘢咧？走。唉，算啦，都係解放咗嗰幾拍佢。哇，上家進度咁快嘅，後悔啦。起都好，依家入隻卡窿坐先叫好。難吧？碰得出咗條鬼啦。係咯。雖然係上家牌搭碰到佢咯，吊鬼喎。如果邊個保供，咁就完美啦。我是俾我自己保供都得嘅。好嘅，絕對一索正裝字幕，第一次錄到夾死3隻鬼啊！最係都去碰，好前中兩隻，最後一鋪連個裝字啦。鬼牌係8板，一場發財，好似我8板都似。碰就入隻叫糊，嗰隻4索啦，完好一下。玩嘢。碰4索。
OK，也叫146溝通。只有難，先收着。哦2騰，該叫136溝通。唉，之前我哋冇睇，等下我都記得少咗嘅。我先等下先。破到啦，睇自己做啊，都係做男仔，記得關注馬上報復。